乡亲啊，台北市的大巨蛋总算是有重大的进展，上紧明年的6月就会当来试营运。也毋过内政部的处长华敬群来抢台北市长郭文铁，讲处理大巨蛋真离经，所以大巨蛋才会拖到单，才来审查通过。华敬群嘛痛骂台北市政府对大巨蛋的审查关怀无够，搁来护航婉雄帮因暗砍。黄珊珊是来回击讲，所有的审查拢会送内政部，请问市政府是要安怎暗砍？黄珊珊嘛甲华敬群来呛讲，无需要做陈市长的竞选总干事。伊跟恁讲1年多来有问题，你们要讲啊。其实当然都。你讲你们都没讯息，没声息。那是因为他们都不派员参加。针对大巨蛋的问题，内政部处长华敬群伫质询台面对民进党立委质问，火力全开。帮前副市长讲什么1年多来无声无息，您从来都不给人家讨论排烟，这个胡说八道。当然是啊，因为小组开了，今年的小组就开了5次。讲国民党身为主管机关的首长，大巨蛋排烟的检测，台北市政府态度消极，审查进度才一前再前，无甲动。华敬群更加讲，婉雄公司内部意见无整合，才会提出工程去前调。7月21号之前，实质上远雄公司内部对于这个能源测试的决策，以及台北市政府对于这个审查的关怀，却都是远远的不足。市府拿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背后似乎代表他还在包庇，还在护航。这个过程应该就是答案，就是案子送进去1年多，如果要有问题，应该早点提出来。那这1年多为什么没有审？那是不是卡台北市？所以花敬群真的不需要当竞选总干事。这期内政部所变成副选的工具，黄珊珊过去做台北市的副市长，就直接抢内政部。这摆虽然大巨蛋安全的检测标准已经过关啊，双方的战火也未停。被当作是郭文铁上任重大政绩的大巨蛋，敢会当如期的明年6月试营运？目前要真歹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